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中度风台3度离，强度阁继续在减弱，也毋过移动的速度非常的慢。专家提醒，要爱细力海水倒击。湘北市基隆阁桃园昨是基隆市大城宣布要放风台假，有人质疑讲连面要面对罢免投票的蒋国良，有政治的考量。风台天，台中西屯区一间铁厝工厂透早着火，70岁头家逃出来，也毋过伊的看守后生个孙仔拢未获得。咱来看，伫今年的第18号风台3度离，目前中心是个高雄的西南方的海面上，以1点钟8公里的速度，慢慢向北北东移动。暴风圈已经进入云林以南，还有台东的陆地，对苗栗以南阁有南投、花莲、台东地区平湖造成威胁。气象署嘛表示讲，风台有继续在减弱的趋势。咱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各位朋友，大家午安。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目前正逐步的一直在影响我们，它现在暴风圈正涵盖在云林以南的区域以及台东的区域。目前我们预估花东的雨从昨天开始下，但是今天到明天雨势依旧这么强，南部地区的雨也会开始增强。至于基隆北海岸的雨，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也会逐渐增强。在下午2点时候，台风中心已经来到高雄西南方大约120公里的海面上。我们预估未来它会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开始往东北的方向移动，往我们西南部陆地靠近。预估明天进入我们陆地以后，强度会再减弱。目前我们海上警报区是整个东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陆上警报区是花莲以南的区域。台中苗栗以南的区域，还有澎湖。目前中度台风的中心，它在今天深夜到明天上午有可能在登陆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它带来更强的强阵风，容易致灾强阵风会影响到西南部的陆地，而且会让强阵风在台风靠近的过程中，各沿海的强阵风不但会再增强，它强阵风还会往内陆扩展。其实今天在彰化以南的地区，包括沿海和内陆，还有台中到桃园的沿海地区、台东沿海地区、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金门、马祖会有11到13级的强阵风。另外，西部的其他沿海以及新北沿海地区会有9到10级的强阵风。今天在新竹以北的山区、新北、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一直到云林以南的地区，还有澎湖都有可能出现大雨。台风正逐渐往我们这边靠近，它的移动速度很慢，所以影响的时间很长。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台风环流带来的瞬间短延时的强降雨，尤其花东地区、南部地区，它降雨时间非常的长，这边请留意啊。今仔日全台湾拢放风台假，目前3度离风台已经减弱做中度风台了，也毋过移动的速度是非常的慢，所以影响台湾的时间会变长。气象署早起嘛将对屏东县的山区、还有台东县发布超级大水害的特报，其他的县市嘛有可能会落大水雨甲大雨。气象专家嘛提醒讲，南部地区地势较低所在，就要特别细力海水倒击。第3度离风台愈来愈晚，台东得到的风雨也愈来愈大，而且还有长景。气象署讲，第18号风台3度离，昨日透早2点已经减弱真济中度风台，不过伊的速度也是真慢，影响时间也变长。目前风台中心是伫咧
高雄西南边的海面上，但是受到东北季风加地形的影响，估计风台会继续减弱。目前它所在的环境其实不太利于它发展，甚至会逐渐减弱。像今天清晨就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还会持续减弱再下去啊，有可能在登陆之前是比较弱的中度台风，甚至可能是轻度台风。虽然风台强度减弱，不过对台湾的威胁依然伫咧，尤其是越位快流的强降雨加强风。气象署早起针对屏东县山区抑个台东县发超大豪雨特报。恒春半岛加花莲县的山区有大豪雨发生的机会，加去台南、高雄等地受局部豪雨，因啊，贵人北海岸、台北市山区等9个县市受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气象专家提醒讲，伫南部地区一定要注意风台挽留了海水倒灌，地势较低所在容易淹水。因为强风是往陆地走，所以海水会被推进来。那陆地上大量的雨水要往海边排，那海边的海水再往内陆冲，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排水的状况会变得非常差。专家讲，北台湾风雨虽然也无明显，不过日暗了风雨会愈来愈大，估计风台登陆的时间可能延到初三拜四透早，路线可能沿着西半部向北边行。气象署强调，秋天的风台变化较多，路线可能随时拢会改变，风雨的影响也有时间，也会随时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东港的风雨是愈来愈大咯，后寮溪水嘛涨悬，附近的民众是真烦恼，讲会淹水哦，嘛加强戒备。那么请目前人伫屏东的记者带咱来看当地的状况。是主播记者今麦就伫屏东东港这边，后壁这条就是后寮溪，会使看到，因为这个风雨愈来愈大，所以这个水位嘛愈来愈悬。信息里的里长就表示，风雨若是继续加强，下晡一寡较低的所在可能就会淹水。台风期间，因为现在雨势还是算还好，下午情况就不一定了，我们还是要再看一下这样。那如果有里民通报有淹水的话，我们大部分都会先到哪边巡视？就是到这个德胜宫，德隆宫前面这个水闸门，我们会像圣雨里这个部分，我们会先里民有挡，我们会先来这边看水闸门有没有启动。里长烦恼的有灾情，所以骑着奥多摆的司机伫巡逻，嘛讲会甲隔壁福地里的里长来保持联络，因为这两边定定是做伙淹大水。随着这个风台是愈来愈近，东港的民众不敢大意，继续加强防台措施。以上就是记者伫现场掌握的情形，将镜头交转去予主播。咱来看风台3多里移动的速度是非常的慢哦。风台的中心搁伫西南外海的西区，屏东沿海已经连续2天拢有大影咯。邦寮有一个爆花火影枪派出现将近30公尺长的气架，今仔搁去抢修。现村哦，今仔风雨嘛继续在增强，后壁河个南湾附近哦风是正透，后壁河渔港哦固定渔船仔的锁啊，拢互风扇断去。雨花落一大地，大影冲入来陆地，受风台山土尔影响，屏东邦寮沿海连续2天大影不断。车医生是拍拍养殖业者的海水管线，车机直接冲拍大庄村一个旧雨花，造成雨花出现大约30公尺的缺口。迄个拢搬过来，变成讲甲伊的迄个啥体网的下骹迄个啥电池有掏空，一掏空了，规片的迄个啥迄个体网无拢坍塌。养殖业者一透早赶紧来抢救设备，船长虽然已经通报修理，但因为雨花管线伤济，影响修理甲维安。养殖业者赶紧伫鱼塭仔周边放沙地啊，就惊雨花放去，加上海水倒灌会淹水。风台继续伫西南外海西，毋但互沿海的雨变大，嘛带来强风。一透早，阮也渔民无风雨到恒春后壁有渔港中心泊船，因为固定船的锁啊，互强风扭断去。恒春沿海呢，真正是拄着大涨水，海水呢淹过原本是沙坡的所在，大影呢嘛将这个漂流木拍起来伫路顶悬。漂流木倒伫马路挡着车道，南湾风影真大，加上涨水，人行道出现积淹水，强风嘛互人徛袂稳，差一点仔互风塞个走。风台慢速前进嘛，影响当地餐厅业者。会造成很大影响。再来，你看你现在菜价什么东西都涨。如果我们再不出来努力一点的话，你看现在这样子。
生理因为风台受影响，只好连放假嘛继续营业。恒春初二风雨继续变大，居民业者拢真无奈。大家希望风台赶紧离开，让当地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陈环宇、柯正准屏东报道。再来看屏东哦，有未少所在嘛开始做大水咯。东港里的船头路附近，伫早起6点哦，水是淹到脚到8点左右，水已经退落，里长佮赶紧发沙包，互民众来挡水。另外，伫那边的水伫渔港哦，嘛因为大楼佮落大雨，嘛已经开始淹水咯。伫屏东东港这边风雨是愈来愈大，这条船头路今日透早差不多5、6点的时阵有水淹积起来，差不多淹到骹腿遮尔悬。啊，不过加在这边的厝拢有塔悬，所以这个水无淹入去厝内底。啊，这大路有水啦，到迄个路啊，咧浪起来尔啦，无介悬啦。啊，若是大楼吼，咸水海水的都会积起来。迄海水倒悬啦。啊，加上昨暝搁落大雨无，落大雨伊迄山水平落来，积起来。啊，无今仔的潮湿，今仔伊的高点无介悬啦。早起差不多8点外，水就豆豆提起。啊，毋过里长讲，昨早起嘛，差不多是6点左右有淹水。今日下晡爱看风雨的情形，附近的居民嘛烦恼家己厝内这地势较低，可能会淹水，赶紧甲里长提沙包。民众甲里长无因搬山包，要先堆伫门骹口。居民讲，即马风台的速度行啊慢慢，烦恼这大水雨会落袂停，但是厝内淹水又阁是一笔损失。路即摆愈做愈悬，啊，遮旧的所在，啊，公路遐愈做愈悬，啊，水拢下遮过来。大楼位遐就淹，啊，迄边啊淹，安尼淹到遮，啊，敲电要甲伊讲好，管伊用沙包来反正大家，无来到地无免咯。若是东港居民不敢大意，那边乡水离渔港嘛，因为大水雨加上拄好是大楼，已经伫淹水。南部的风雨是愈来愈明显，提醒民众若是无必要，尽量莫出门，比较较安全。记者欧良、陈宏毅 SNG 小组屏东报道。三多里风台哦，一只扫向高雄、屏东到恒春半岛，有未少老一辈人讲，三多里甲1977年的风台赛罗马路线是真相像。当年的赛罗马伫高雄透16架强风，造成真严重的灾情，是真侪老高雄人的一场噩梦哦。咱特别请上映来为咱解剖这两个风台。是主播。解剖新闻有理路有深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莹。这两天大家拢咧讨论这三道里的路线有影是真蹊跷。甲40几年前，也就是1977年的7月，这个赛罗马的风台是真相像。咱来看这张比较图，赛罗马伊当初时呢是中度的风台，本地是向西边咧行，也毋过来到巴士海峡的时阵，煞越上北，落尾是伫高雄登陆，了后是伫台中来出海。迄当阵，即个赛罗马伊的暴风圈是扫过规个台湾南部地区，受灾是上界严重的，拢总是有37个人死亡，12个人失踪。迄当阵，即个灾害损失是有几60亿。咱搁来看即马即粒三道里风台伊的路线呢，嘛是共款，是向西边咧行，了后来到巴士海峡的时阵，搁开始爬上北。因为即个三道里风台呢，伊是行了真慢，目前伊的时速是敢若89公里尔，所以气象署是一直拢咧修正伊的路线甲定律的时间。目前是预测伊会伫明仔载，也就是10月初3的时阵会来定律，然后一路上北。虽然讲呢，这粒三道里风台伊是中度风台，也毋过因为即马咱台湾的北边是有东北季风要落来，佮加上咱的护国神山，也就是中央山脉这个地形的破坏，所以三道里伊即马是一直拢咧减弱，落尾可能就会伫台湾的顶头转安尼规个线去。爱提醒大家千万要爱注意，就是讲因为即马拄好是大涝的时期，所以沿海地区千万要爱注意这海水倒激的情形。另外呢，这风台雨其实是被暗算一个，所以气象署是提醒大家，尤其是伫南部地区的人，要是爱来注意这个风雨。唔管这粒风台到底落尾是会定律，也是未定律，大家千万拢爱做好防灾的准备。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即马甲现场交通有主播。
感谢上映哦，咱继续来看受到风台影响，今仔桃园机场伫早起8点统计，计共是取消132个航班。另外，桃园的永安渔港哦，昨暗头啊有一个查甫人出海去钓鱼，要回来的时，煞人卡伫布岸爬袂起来哦，海巡署嘛出动，把这个查甫人救起来。桃园机场航空公司柜台头前有不少旅客等咧办理报到的手续甲行李托运，也有人准备登机。3度日风台侵扰台湾，全台湾22个县市拢宣布停班停课，不少旅客烦恼风台扰乱行程，随时拢咧注意动态。在关注那个台风的动向啊。是啊，我们都有在注意看，因为它在南部，基本上北部没有问题。跑道顶面飞龙机排队起飞，虽然天气阁有出日，犹原有袂少航班受到影响。根据桃园机场初二透早8点的统计，客货机入境取消65班，出境取消67班，计共取消航班132班。入境航班总共取消65班，其中客机51班，货机14班。那出境部分总共取消67班，其中客机51班，货机16班。另外，虽然风台也未正式登陆，初一暗头啊，永安渔港南地也发生钓鱼的民众，要回来上岸时无法度爬起来，掉伫布岸下骹，紧急救助。立即派遣人员前往，并协同永安消防分队利用救生装备及延伸梯实施救援，成功将男子救援上岸。海防巡逻队表示，目前已经发布海上陆上风台警报，会对看海洋的民众甲钓鱼的民众考劝因离开，也提醒民众毋通家己走入去禁止或者是限制的公告区域。若经过考劝无爱走的人，会按照灾害防救法搜证函上主管机关裁罚，上悬罚25万。记者综合报道。那航空哦，代替今仔南回线的列车嘛，全部拢停驶。东部个西部干线对号列车嘛停驶哦。另外，咱国内线的航班全部拢停飞，计共是取消234架次。山托尔风台来势正强，暗过速度较慢，全台海陆空交通严格戒备。台北车头人哩哩啦啦，暗过2个卖票的所在，也受不少人咧问。有民众拄出国升转来，煞挂大包小包卡伫台北，无法度等于花莲，心情是真无奈。就回不去花莲啦，花莲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停驶了，然后明天又不确定，那我们怎么回去？我在饭店里面住了2个晚上了，刚才跟家人联络，说他们要过来和平载我。代替初二南回线列车全线停驶，东部甲西部干线对号列车也全部停驶。东部区间车花东之间正常驶，台北路南到花莲干来开到河津站或者是和平站；花莲上北到基南干来开到新城站。西部区间车基隆到彰化正常驶，彰化到枋寮之间看红海状况机动行驶。我们区间车在中午12点前的部分，我们以西部来讲的话，基隆到彰化也有在做开行的区间车跟区间快车的一个部分。松山机场国内线柜台也是空，除了工作人员以外，无半个旅客。初二国内线全部取消停飞，包含之前120班、华信86班、德安28班，总共是234班。国际线航班愈换取消的班次愈多，暗过下晡准备要飞韩国的旅客，煞无咧烦恼。晚上才会比较大，对，然后应该是还好，不会影响到今天的飞机。香港交通局受山头的影响，初二有16航线164航次停驶。高铁实际早起6点到暗时9点半，每点钟整点到30分，各出发2班，每站停开全自由座列车。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北市、台中、高雄各地头的捷运哦，还有桃园机场的捷运，全面拢改做12到30分钟一班车。高雄的轻铁哦，嘛全面拢停驶。板桥的什么哪里？不知道。百货公司。拜三放风台假，毋过拜三顶埔湘北无啥物风雨，也是有真侪人出门。台北捷运有真侪民众咧等车，因为板南线、淡水线、旗线、文湖线、松山新店线、中和新路线全面改做12分钟一班车。
也那新北捷运的部分，淡海红客轻铁是30分钟一班车，环状线红树林站到沙仑站是15分钟一班车。有对南部起来台北佚佗的民众讲，无风无摇，敢若亲像歇假日，心情真轻松，无赶时间，等车等较久嘛无要紧。我是为南部起来，利用这风台天人较少，所以为南部起来台北佚佗，等车的时间对我来讲是无遐悬的，不管长短。也若受风台影响，机场捷运自本是宣布规工取消直达车、甲加班车，普通车是维持15分钟一班车。不过北部无啥物风雨，下晡1点一定有加开直达车。很多航班都取消了，然后机铁现在都变成15分钟一班，然后所以我要很早就出门去准备一下，很不方便。现在机捷这方面我不太了解啊，因为我很久没回来了。其实还好我觉得还可以，但就是可能会比开车好一点吧，因为开车通常都会塞嘛。台中捷运日线嘛是15分钟一班车，也若是高雄捷运红线、港仔线拢是20分钟一班车。轻铁是规工停驶，提醒民众风台天上好莫出门，若有需要出门嘛要注意各地捷运，拢会照风台的状况随时做调整。记者戴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咱继续来看花莲的山区传出有未少崩山的消息，溪里拢是石头啊。有民众是烦恼讲，土石甲溪水拢塌掉的，若雨水伤过济部落恐惊会淹掉。公路局是宣布讲今仔有3个路段、3个时段会来开放苏花公路，但毋过下晡1点以后路会阁封起来。另外今仔早起花莲的近海嘛又阁发生地动。车牌甲长道落地，总伫管制站外口，这毋是几工前画面，是公路局阁宣布，车子阁开放苏花路人上北通行。现场咱看到，伫总体管制站遮有真侪台车拢伫咧排队等待，因为苏花公路伫咧中道进前有3界开放车辆往北来行，但是过了下晡1点了后，阁会继续封起来，就是烦恼伫咧迄个时阵，台风山陀儿对苏花路龙的影响会阁较大。管制站阁开放用3阶段放行，为初二早起8点加早起10点了后，分别开放20分钟，最后一摆沿行是伫咧中昼12点放行1点钟。不过公路局考虑中昼过后风台接近，对苏花影响大，会阁封路管制。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送他们过去之后，我是司机，我要回来花莲，我是花莲人，我很可能只是接一趟单，我就被迫留在外地。说趁着天气还不错，赶快先离开这里。来到这里之后，结果对他已经管关闭了。既然公路上报有条件开放，大家拢爱看天气来决定，无既定的时间表。交通拢拍乱，不过风台豆接近，车子阁拄着地动。天灾时电线来，也陆续有灾情传出。山坪一片光影影，控诉控3地动了后，就出现这种情形。连续地动尾加上风台，土石一直往下卡连，全部接到河堡顶悬，花莲在地居民也烦恼，这石头阻挡溪啊，严重恐惊部落拢会淹去。它这个落石会一直持续下来，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会担心的原因是这样，它会导致出我们山镇这边会淹没，所以我们会害怕。像我们用搭这个。有人还是会把它推开，它还是引导过去啊，吊车。山区一直传出灾情，平地要纵风经过一暝大雨，伫主会招标报长头前的丰信道路有积水影响通行。虽然山台已经降做中度风台，不过带来问题依然明显示。记者综合报道。华东地区的农民是赶紧要趁路，搁会通把收成的菜色水果送到北部，所以今仔早起苏花公路的管制站车是排甲落长。另外，在东关南回地区这2天是落超过900多毫米的雨量，太麻里溪溪水搁继续在涨悬，金峰乡的嘉兰川早起搁跌至20多毫。苏花公路早起8点开始开放3个时间会当过，真侪车伫咧管制站排队要等。不过下昼1点又搁要封路，即马花莲县吉安乡的乡民正担心要运到北部的芳瓜仔树，只个来当放3天，若是1日前会放甲歹去。地震后也已经好几趟都走南回了。好，那这一次因为台风是从南部上来，所以就变成造成这一次可能。已经中断2天，没有办法把菜运送出去，这样。花莲的芳瓜仔树要行南回公路运到北部，不过南回公路早起10点到1点开放，袂赴会上。
因那台东的蔬菜主要是靠西部供应，这么菜市仔的菜也无多。不过台东市果菜市场伫公路封之前，有请西部的菜商先送一杯菜来放伫咧冰箱。不过这个那3天下夜，希望风台紧走。啊，等于都无法度啊，等于就大家巴肚较暗的，食较少咧。持续下去的话，势必我们的一些农灾势必会有一些影响到它的收成。台东地区雨落未停，南汇地区2天来累积雨量900万毫米。花太马里区的金峰乡甲南村，因为溪水一直涨起来，强要满出半花，公所早起紧急撤离当地20户的居民到活动中心。我很担心哦，连睡都不能睡。大漫流的部分会淹到里面，所以我们从30号我们就开始一直做抢险的动作。另外，太马里乡的嘉伦野区已经满到车路，请民众行别条路。因那台东县目前已经撤离要加3000位土石流危险区域的民众。县府讲会减少水位加土石流，也希望民众莫挖滚溪水。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全台湾拢放风台假，新北市基隆佮有桃园虽还未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昨暗嘛宣布讲放风台假。今仔早起台北市是有透风无落雨，佮有出日头。因为昨暗晡是基隆市大先宣布讲要放风台假，就有人质疑讲，人民要面对罢免投票的结果量有政治的考量。新北基隆桃园初二放风台假一天，毋过台北市一透早敢若风无雨，佮有出日。信义区街头有真侪民众排队等拉面店开店，一直讲想袂到会休假，好亲像是赚到同款。赚烂，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这样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是看到天气很好，就觉得今天的假是不是有一点就是突然掉下来的。镜头来到大卖场，也有真侪人全家出动，把握机会来采买宝贵买食食。我们很幸运，那当然是大家都是赚到的。反正放假嘛，就也出来走走，没什么风雨。还没有预期会放假，但是就蛮惊讶的。按照目前气象署的预报，新北、基隆、桃园初3的半暝才会予算入去三桃二风台的警戒区。不过初二煞成放风台假。而且前一暗面临罢免危机的基隆市长谢国良，意思是抢伫台北、新北、桃园进前，提早宣布休假，互外界质疑讲，这届休假有政治的考量。跟几位市长亲自通过电话，大家决定后才各自去宣布。宣布的时间是会有先后，可是决策的时候是共同的。大家共商的平台会采取大家一致性的一个判断，就是依照我们既有的机制以及4县市大家共同的讨论来重整评估做出决定。新北基隆首长拢强调讲，今日休假是照相关的机制，而且4个县市是一日共同生活圈，休假嘛是4个人共同的决策，无政治的因素，也提醒民众过道会有大风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去灾害应变中心嘛甲地方政府实施连线，强调讲要爱减少灾害。昨晚台北市伫下晡5点就宣布讲要关水门，嘛造成东湖17号塞车塞甲真严重，本地5分钟的路程塞甲点外钟，民众是真怨叹。市长周万安嘛表示讲会来检讨。因为三道里风台愈来愈晚，台北市伫初一下昼5点开始。就甲全市的所在门也个不华路拢封起来，再加上双北关水门的时间无啥同，造成下班时间有一寡路段交通规拢拍干。真侪因为水门关起来无法度行不华路的车，拢驶入去市区内，东湖要往实际方向车就真塞，大家路长。借由这次经验来检视未来在关闭疏散门的时间点，以及我们适时及时的通知民众即刻的来因应我们管制措施牵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检视，特别跟新北保持联系。周万安强调，伫第一时间交控中心随启动相关机制，包括附近的墙顶秒数调整，也通知新北市的交控进行双边营运。另外，也针对着包括南港、内湖2个分局加派人力来疏散。行政院长杜英泰早起也到灾变中心做相关的指示，全力守护国人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包括灾前的防灾准备、灾后的复原工作。第二，我们要全力维护公共事业及重要关键基础设施
的正常运作的韧性。这2个使命是我们在这里工作最重要的事情。对应内地听取报告，并且甲地方政府施行了，伊强调一定要甲灾害影响降到上低，也提醒民众若无必要绝对莫出门，这就是上好的防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新北捷运环状线4月初3华联大地震受到霜冻哦，预估今年底才有法度来开放全线通车。烦恼讲风台的工地物件扫落来发生意外，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嘛亲身去工地视察。山道日风台看看上北，就惊讲长短时间的新北捷运环状线受到影响。10月初至新北市长侯友宜来到中和区民生沿线路口的工地，视察风台来进行的防灾准备，听简报。以型钢跟钢柱焊接连结，所以在风的部分，绝对13级阵风一定可以抵抗。新北环状线施工的所在，就在大路边，车来去去。新北捷运局表示，为着要让桥条通徛甲愈窄，已经有甲环状线的桥条甲支撑条样接起来。原来工作平台顶悬的施工材料嘛，拢已经搬走，避免让风台扫落来发生意外。整个新北市的环状线都是在我们的交通要道上面施工。那交通要道上面施工，台风一来，我非常担心我们的施工架、围篱、拉门以及材料如果没有固定好，很容易掉落，造成我们沿线市民朋友的重大伤害。今年4月初3的华联大地震，地处新北捷运环状线严重受损，直直的赶工修复。侯友宜表示，上紧要明年底开放全线通车。新北市捷运局是讲，有一部分的工程进度有前调，因为风台来进前北部直直的落雨，顾虑着工安无法度做，就要等到这个风台过，才有法度继续施工。那连续梁的施工进度稍微有落后，因为遭受到连日的下雨，还有这次台风的影响。那施工架的搭设还有一座还在搭设当中，那这已经搭设完，也正在进行补强的前置作业。那我们希望4个施工架完成以后，能够并行作业，早日把它加固完成，然后复位完成。新北市捷运局嘛表示，因应风台施工团队每3点钟拢会伫咧环状线工地附近巡检，巡看抑有倒位需要补强的，来确保市民的安全。记者卢尚如、郑俊由新北报道。咱再来看基隆的海边啊，早起就开始透风落雨，风影嘛是真大。也毋过伫市中心哦，天气是阁袂歹，夜市啊的店家哦有真侪，嘛拢出来摆摊。有不少民众哦嘛叹讲风雨无介大，出门去买物件。记者今仔伫咧基隆市海边，基隆市为早时开始即个雨就一阵啊一阵，因为受风台的外围环流影响咧，基隆市有时阵会开始落大水雨。亲像即摆嘛会使看到海水一直拍伫咧肉粽角顶悬，会使讲是风影真大。基隆海边不时有大雨，风车也予大风吹甲风真紧，天气真无稳定。临海的车路阁有小可积水。不过行到基隆市区的庙口夜市，天气有较稳定，无啥雨水。有头家要是出来摆摊，但是真烦恼，因为风雨人客袂来。哎呀，爱钱啊！啊，今日迄料刚才传较少，料差不多传几成？好一半呢。就惊无人客料，唔敢传伤济。不过也有大头认为，拜三早时风雨无大，生意可能袂歹。现场也确实有一寡民众出门买物件食。因为我本身就住在基隆啊。但我因为今天没有风雨，想说出来这样比较方便啊，简单吃一下这样。因为我早上看没什么风，没有什么风雨啊，因为还出太阳。台风天生意会更好，重点当然没地方吃啊。虽然拜三早时天气袂歹，不过也唔通大意，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北部地区拜时风雨就会真明显。不少民众趁今仔日新加坡主传福边。业者也暗算暗时会开始做防台准备，预防灾害。记者林卓凯基隆报道。风台一来哦，菜市就会起价。农粮署今仔开始，甲大卖场佮有超市合作，提供民众本土佮有进口平价高丽菜。台北农产卫销公司嘛统计讲，昨菜市1公斤哦，平均大卖价销是63块8。全台22县市拜三拢放风台假，北部地区早起雨势无真明显，不过风有较透，因为无确定未来风台会阁影响几工。透早犹原有侪民众去菜市啊买一寡菜色。我昨落买足侪啊，我今日加减买叶菜，昨买无叶菜，超市拢无。
蔡焕娜也表示，这几天叶菜类甲高丽菜是上侪人买的。自前几天开始，就有袂少民众赶紧囤一寡菜色，惊风台天卖食的店头无开，也惊风台过了后菜价会阁继续起。亲像小白菜，因为较惊水伤，所以计小起差不多1倍。原本可能1杯20-30块嘛，即马1杯只要40、50、60拢有啊。看啥物种的无共，安尼嘿，有起超要到1倍安尼啦。另外，农业部为着确保风台期间菜价稳定，农粮署对拜三开始也有伫全台1500外的大卖场也是超市推出高丽菜平价专区，让消费者会使买到价小较俗的菜。这些可能会未来消费者需要比较多的这些购买的场地里面，大概有在推出那个高丽菜的一个平稳的一个供应链，从今天开始就来供应了。所以这部分那个消费者可以到几个我们量贩超市里面可以买到这个比较平价的高丽菜。另外，根据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的统计，拜二的时菜色每公斤平均的价格是63块8，不过拜三的菜价每公斤平均的价格已经落到52块8，是落差不多1成7。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看宜兰县政府伫昨宣布讲停班停课了后，有民众发现县长林志标的面册拢无更新，佮停伫还未停班停课的消息。有民意代表就批评讲市府团队上煞行啊。林志标早起嘛表示讲因拢为做防台的准备，错误的资讯嘛已经改了。宜兰县长林志标并且发布停班课泄露还未停班课的旧新闻，还个各机关首长家己决定是毋是停班课，互部分人看毋捌。有民代发现了，认为出现安尼错误实在不应该，县政府先过散漫。对于他这样子的图卡的物质错误的状况下，民意代表第一线都必须来做一些消息的分享，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到说他们在作于我们是一个宣传的媒介当中，其实他并没有把正确的资讯跟严谨的文字提供出来。图卡用了唔对，讲恁超过散漫。你感觉？我拢尽严阵以待。林志标星期早起参加灾变应变中心工作会议，马上去巡视水门的工程准备进行。对面册错误被质疑，伊回应对风台工作拢有做好准备。县府是表示，资讯错误已经马上改善，请县民见谅。我们下次呢会更加谨慎的来注意比造成大家不便呢，敬请见谅。虽然放风台假，既然早起天气真好，搁出日头，街路出现袂少人，也有人去钓虾场钓虾啊。对安尼天气放风台假，有民众认为有风放假较安全，有希望好天气应该上班，因为安尼少赚一天的钱。这是预防胜于一切，就是还是比较这样放比较好。比较希望是上班。怎么说呢？因为这样少赚一点。我们都是依实际的状况内部通盘考量之后以民众的一个保障为前提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发布。宜兰县这摆放风台假，被外界认为是配合800期讨论放假所做的决策。县府表示，是经过内部专门考虑，依照实际状况做判断，以民众安全保障做前提，甲县县市是毋是放假无关系。记者综合报道。风台天无平静来看台中西屯区广和路一间铁厝工厂透早着火，佮加上风真透，火是烧甲真猛，佮炭烧到边仔的2栋铁厝。消防人员伫2点钟内控制火势，也毋过70岁姓郭头家是有逃出来，也毋过头家的牵手后生佮有孙仔拢未负责，不幸过亡。大铁厝的工厂规个着火烧，消防人员到场拍火，嘛出动破坏器材要赶紧救人。火势真猛，加上风台风头，造成火势炭烧，一个倒起来就真歹收煞。那造成这栋大铁厝的工厂规个烧起来，佮炭烧去后壁油槽仓库甲冷冻工厂。他们是整个工厂大火，然后烧过来，然后我们后面再一路烧过来。就那家做木材。星期透早5点外，台中西屯广福路这搭做碰椅的工厂着火烧，消防局出动12个分队去拍火。迄当阵70岁姓郭头家是随走出来，全身躯有30拍的2刀烧烫伤。也若是同齐住伫咧工厂的家后后生甲孙仔，拢掉伫咧内底，警消入去找人，确认3个人拢中罹难。辨识不出来，因为他已经有点碳化，而且大概只剩下骨架。伊本人佮因某。佮因囝，佮一个侄子，互侄子佮因囝病大汉啦。
李长讲，出租的家后，最近中风行动无方便，后生甲孙仔为了照顾伊，才会大做伙，煞发生悲剧。经销表示，内底因为可能真侪做碰椅的茶、人工皮甲涂料，可能会产生有毒的气体。所以它里面有一些是化学的那个涂料的部分，可能我们在抢救的时候，我们呢大概同仁会因为它这个状况，它是所以我们会比较小心一点，因为粘着剂的部分它烧起来可能就会更危险。市府表示，除了查清楚敢是违章工厂，环保局嘛出动空翕机监测烟流的方向，确认讲敢有毒的气体流出去，嘛发出空污警报，提醒民众都要提高警觉。也若是火灾详细原因，还阁要进一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顶一届的凯美风台哦，高雄有真侪大楼的地下室拢淹水。高雄市政府即届开放专区309个地点，互民众停车。也毋过伫国道10号的桥卡顶关路边的回转道哦，有不少民众是违规停车。车停几排，高雄仁武顶关路国道10号下骹，除了资本的价位，对面边无划线嘛拢停满，沿路停超过1公里长，就连奥多摆嘛违规停伫咧安全岛顶头，伫咧美风台。其实这并毋是市政府开放临时停车的所在。无伊啦，了拄好若拄有就扛落安那。顶界有去淹着无？有哦，内面足悬。因为三德时风台行甲真慢，那久咧扫，影响中南部地区的时间嘛变长。高雄市政府10月初1、初2停班停课，开放专区309个场所，包括国中小学，计共9705个车位，互民众临时停车。现在伫咧高雄仁武特殊学校的外口，会当看到讲真侪民众拢提早做准备哦。其实因早就伫咧这个人行道的部分，拢甲因的车刷来车是停到满，甚至伫咧校园内底啊，这停车位早就已经甲告示牌啊，讲已经全部停满。原本是要开放26家停车格，即卖已经停超过2倍量。就讲伊讲，民众佫传出讲有这个浸水车淹水的状况，所以因是拢提早做应用。也若有民众是趁雨较细阵，先驾车牵转去厝的附近。我住伫八德北路遐啦，即卖可能风台听讲减轻了嘛，减轻了，我就讲。刷我遐，阮厝遐附近遐啦，嘛毋知，才会淹着袂嘛毋知。希望三德市的威力渐渐伫咧变小，毋过南部地区要是爱细日强阵风加大水雨，尤其仁武顶界淹甲真惨，是重灾区。仁雄路佮因为地势较低，即回加强戒备，银行的防水门砸超过1米才悬，诊所店家嘛拢做好准备，小心无失本。记者洪敏珍、邱朝阳高雄报道。三度离风台的速度是真慢，目前嘛已经对强烈风台转做是中度风台咯，可能会伫台南也是高雄的北边来登陆。市政府嘛表示讲哦，高雄即卖经进入7级暴风圈的范围。早起佮因为大楼基顶的水哦是淹到骹目，加在水真紧就退。目前哦，高雄的大众运输除了集运哦20分钟一班车，其他的轻轨佮有公车、渡轮拢停驶。透早6点外，高雄基顶中洲山路水沟的水一直溢出来，因为迄时拄好电楼海水倒激，水脉淹甲大人的骹目遐悬。会啊，因为你台风还没有进来，你遇到涨潮，初山到了，它会涨越高呢。这届风台拄到电楼，居民讲水淹2点钟才渐渐咧退，为着防灾，轻铁、渡船、公车拢停驶。虽望三德已经转做中度风台，却因为伊行较慢，市府提醒，可能会变做伫兴达甲以北或者是台南登陆，使到高雄受西南风的影响会更加严重。越往北登陆的部分，那我们高雄市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就会越强烈那所以。风力有下降但是西南风的影响也会加剧。专家表示，三德的路线真罕见，虽望继续减弱，有可能登陆的时已经转做热带低压。那登陆预估上大阵风会到13、14级，民众就要注意下透强风。现在的一个预测，它大概会是在台南安平一带或者是北高雄这一带。登陆，如果它在登陆之前没有消散的话，那但是也不排除它的这个强度呢会在减弱的更快。
风台也未登陆高雄三明区一个工地篱笆透早向向倒去，民众的奥多摆拄好互陷着，厂商已经来甲车刷走，也承诺会赔偿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美国媒体报道指出，讲美国为咱台湾的武器涉嫌国际诈欺。美国国防部的承包商雷神公司那剩甲军售的介绍有关，包括飞弹和雷达系统咱国国防部是强调讲，美国的司法部嘛已经甲厂商达成协商，会甲不法所得拢还予台湾。国军伫咧8月对外公开介绍爱国者飞弹精准的射中飞机。展现中管空的战斗能力。生产这种飞弹的美国军火商雷神公司，也负责生产几多项美国对台湾军售的武器。不过，怎啊刷传出国际丑闻？有外国媒体表讲，雷神公司涉嫌宣布军售介绍，造成国际友邦损失，台湾也受害。雷神有关爱国者飞弹也有雷达系统的介绍。对此，咱国防部回应讲。美国司法部已经甲雷神达成认罪协商，会甲不当利益拢退给咱。那么这个案子正好证明了美台双方在军售的制度上都有非常严谨的防弊设计。考量整个案子是司法侦办的案件，那么细节没有办法公开，以免影响进度。中共透过内容农场文、特定的学者在台湾的协作者，不断的去散播所谓的以美论。有国内媒体质疑国军暗砍消息，国防部补贴讲是利用农场伫咧操作以美论。另外，美国总统拜登也宣布将会军援台湾5.67亿美金，创史上上大笔的美国对台军援。不过，外界也好奇有多一寡军援的项目。美国方面无讲清楚，只跟他讲有力的关键防御的库存。But the administration use of the PDA for Taiwan is one example of our continued commitment to help Taiwan maintain a sufficient self-defense capability. 精准导引弹药，那么很可能就是标枪飞弹、刺针飞弹，乃至于拖式飞弹这些。就是短距离的防空跟反战车武器。拜登伫咧任期改版进前加大挺台力量。美国前总统川普是认为，台湾的国防预算应该大幅度提悬到占 GDP 10%，换算是大票2.7亿。以明年国防预算6470亿来看，占 GDP 2.45%，是差4倍。要达到这么高的条件，会严重影响其他预算。实际上是做不到，绝不是要依附或者是去满足哪一个数字。台海经济紧张，不过受到3度2风台影响，共军正罕见无了台。国防部吹理讲，并无发现任何共军的机舰出现在台海。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以色列甲加沙冲突焦点转到黎巴嫩，扩大甲真主党的战争。真主党背后支持的势力伊朗伫初一嘛向以色列发射181粒火箭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是表示讲，伊朗嘛爱付出代价。美国总统拜登嘛谴责伊朗。伊朗初一暗时向以色列发射大约200粒的飞弹，用来回应以色列表示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纳斯拉勒的事件。出动时，以色列全国亮空袭警报，中部城市哥德拉一间学校受损，涂骹互变出一个真大的坑。特拉维夫北部有一位民众亲目睭看到飞弹伫远远的所在落落来，并且冲出大火甲高烟。伫约旦河西番占领区，一位巴勒斯坦人互炸弹的碎片变着死去。以色列军方表示，伫大约1点钟的攻击了后，伊朗大部分的飞弹拢互炸落来。איראן עשתה הערב טעות גדולה, והיא תשלם על כך. המשטר באיראן לא מבין את נחישותנו להגן על עצמנו ואת נחישותנו לגמול לאויבינו. 以色列军方表示，这是情势上严重而且危险的升级。这波攻势也予以色列领空关数点钟，附近的伊拉克、约旦甲黎巴嫩也拢关起来。这是伊朗今年4月份以无人机甲飞弹攻击了后，第2届直接向以色列拍过去。美国总统拜登下令军队协防，并且甲伊朗的飞弹拍落来。At my dir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tively supported the defense of Israel, and we're still assessing the impact. But based on what we know now, the attack appears to have been defeated and ineffective. 伊朗的总统佩泽斯基安表示，伊朗已经行使伊的合法权利，对犹太的复国主义政权的侵略做出决定性的回应。
و قوانین بین المللی است واکنش نظامی نشان دهد با حملات کوبنده و ویرانگر بعدی مواجه خواهد شد.含到迄咱革命的伊拉克武装派系威胁讲，若准伊朗受到攻击，就甲目标对准驻伊拉克的美军。10月初7以下冲突特别满1年，以色列过去对加沙直直兵，同时间对付背后由伊朗小听的黎巴嫩真主党攻击。上个月以色列甲加沙的冲突刷到黎巴嫩，并且全面升级甲真主党的战争，佮病死领导人纳斯拉勒。如今伊朗搁再引起战火，中东紧张的局势也搁较严重。因在伊朗密集的飞弹攻击展开进前，特拉维夫发生枪击甲野刀扑人的事件。以色列当局表示这是恐怖攻击，有认为恐怖分子伫轻铁顶面乌白杀人，因是来自约旦河西华社区西布伦的巴勒斯坦人，已经获断事。公司新闻黄文良编译。2024年美国大选头一场，嘛是唯一一场副总统的电视辩论会，伫台湾时间初2的早起9点举行。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范苏，佮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华祖，针对中东的战火、气候变迁、经济等议题来辩论。这两个人讲到海地移民加动物派的话题，可能是上敏感咯，所以主办单位伫过程中嘛甲麦克消音。这场美国大选唯一一场副总统辩论会，第一个问题就是中东局势。被问到是不是支持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敢有淡薄紧张，顾了便讲唔对，甲以色列讲做伊朗。Israel's ability to be able to defend itself is absolutely fundamental. 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范斯是强调。川普一直拢互世界更加安全，不过对是不是要先发制人，应该由以色列家己决定。It is up to Israel what they think they need to do to keep their country safe. 局方海伦伫最近对美国东南部各州造成严重的灾情，气候变迁也成为辩论的焦点。华兹批评川普伫进前讲气候变迁是骗局，也强调拜登加贺锦丽政府对减缓气候变迁开真侪经费。那范斯并无直接回答这个问题，顶多是批评拜登政府将节能制造产业杀到国外，让美国失去就业的机会。因为这边辩论的规则跟总统辩论无同，一个人伫咧讲话时阵，另外一个人的麦克并无关起来，所以双方伫咧回答有关海地移民食鸟狗的问题时阵，互相呛声，也互主持人甲两个人拢小心。Thank you, gentlemen. The We want to have. CBP app has not been on the books since 1990. It's something that Kamala Harris created, Margaret. Gentlemen, the audience can't hear you because your mics are cut. 那伫最近涉伫咧华资正热门的问题，就是1989年绿树天然门事件迄当阵，华资伊人到底伫咧倒位？华资进前捌伫咧中国架资，佮着便伫咧访谈的时阵讲，绿树事件迄当阵伊人伫咧香港。不过伫今仔日辩论时阵，华资讲伊家己可能记唔对。因那范斯迄当阵被问到进前对川普有批评，包括甲川普比喻做美国的希特勒时阵，伊也解释讲家己过去的看法错误。伫辩论会内面，包括美国民众关心的经济问题、校园清洁的清洁管理、通膨、健保、倒台权，也有民主价值，两个人拢分别发表看法。自开始到结束，双方也拢保持君子风度，两个人互相握手问好。不过，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伫辩论进前就先伫咧社群媒体发文，伊批评两位 CBS 主持人对伊有偏见。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译。来看泰国昨午有校车因为崩烂，车启动着荷兰导火，造成20个学生、3个老师死亡。这台校车包括包括驾驶，计共是有40来个人，其中有19个学生，佮有3个老师互救出来。这个驾驶伫意外发生的时人就落跑，后来才去向警方自首。这台校车导火了，火愈烧愈大，因冲到天顶去里，内面也有真侪老师、学生未赴的走出来。目击者讲，这台校车是前练白练了，去弄到高速公路分界河拿了导火。司机一开始要拍火，并人煞走去。媒体报道，司機伫曼谷北邊100公里的所在向警方自首。เล็กเลยครับร่างเล็กๆเลยครับ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เด็กอนุบาลไม่น่าเกินป .2 ครับสัญชาตญาณนะครับ
เหตุเกิดจากด้านหน้าแล้วคงจะมีเปลวไฟประกายไฟเกิดจากด้านหน้า。这台校车是自中部的乌泰塔尼省在中小学的老师学生，飞机受到曼谷北边郊区的巴顿塔尼府做校外教学，中途发生车祸。虽然无到1点钟就甲火拍花，不过这台车用天然气做燃料，车内搁真热，可能会发生爆炸。救援人员等几多点真久拢无法度去伫车顶，可能是逼电的火势引起大火。รอยยางเนาะท่านรัฐมนตรีรอยยางดูองศาของรถดูรอยไหม้总理贝东丹伫 X 档文哀悼，并且讲政府会负担医疗费用。交通部长苏利亚讲，这台校车使用的是极度危险的压缩天然气。交通部才想出应用的方法，然后可能以后爱禁止使用这种燃料。泰国是世界上道路安全纪录上歹的国家之一，车本身的问题，也有赛车的方式无安全，每年差不多2万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风台天哦，大家爱随时注意天气的变化。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传统宗教文化当渐渐失去大家注目，新世代信仰文化当咧兴起来。咱的这个道教一定爱创新，我用魔术表演的方式吸引他的目光，那是这位查某囡仔会变成好呀。